观赏台式午间剧场《双喜》。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。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。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。手牵手。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秀莲，毋是我咧讲你，你这种身体应该好好照顾才对啊，若搁走咧遮袂会啦。我早知影病医买我的血，啊，毋过民玉大医需要医药费。我毋是甲你讲啊，莫管迄啥物医药费，先甲你的身体照顾好，才去讲好无？啊，毋过现在上重要的就是民玉啊。我实在想，迄热金土到底是啥物款的人？天下间竟然有这种查甫，安尼甲恁我过，好无？伊安怎拖毛我拢无去。毋过，我就毋甘民玉，民玉的年岁阁遮尔细。我赚的也无多啊。啊，就遮你先摕去用啦，吼。袂呢，阿管。无要紧啊，你先摕去用啦。我家己的身体要照顾好，好无？明玉，你一人踮遮，妈妈无伫。小爷，你倒来拄好。来，你遐有钱无？先摕出来互我。你头拄毋是笑客，有钱无钱，敢讲你袂晓看？小爷，你是毋是人？民玉是毋是你的查某囝？我为着伊的医药费，去互病医逼甲走投无路。啊你呢？你阁有面来遮甲我摕钱？爸爸这阵仔开始。小爷，其实明玉带伊。我心内嘛足痛苦的，啊，毋过这阵仔开始一直逼我讨债，我开始去互因逼到走投无路。我再讲，你是我的某，假使讲你若唔甲我斗相共，啥人要帮助我？对啦，啊，民玉带伊毋是还阁有一寡带伊费，你先摕来互我周转者，啊，
过几工若是要落转移费，我再来想办法好无？爸，阿母真正是无钱啊！你看，民谣会教已经好啊。你叫是我甲民谣爱踮咧食，迄是因为我无钱，我无法度互伊存伊，你知影无？哎，你哪袂准备要出院哦？等者这个名称就要鸟别人安尼。你毋是已经叫人伫咧外口替恁办出院啊吗？物件紧款款的啊，等下就有人要搬伊来安尼。哦，多谢。小玲，外口迄是啥物人？伊啥时要替民谣留医药费啊？你讲话啊！你唔讲啥？金头，敢是你替民谣留医药费啊？阿头，什么？原来是你！你哪会知影民谣带？哦，我知。原来你两个人一直有联络。你讲，是安怎你爱替民谣留医药费？你两个人到底是啥物关系啊？金头，你听我袂讲啥？啊，阿土，这代志吼，你唔免解说啦。我甲你讲，我偌紧都就算讲安怎可怜，嘛袂讲爸母袂囝来叫别人替付医药费。行，不，阿土啊，放啦。但你即摆情形吼，大家拢知的啦，性格莫遐尼歹，脾气了解的啦。来啦，这摕来。唔免啦。好，阿土，你搁种下早嘛，还有了到遮来。我甲你讲，我这阵我真是无钱。无钱我来赔伊哦。你要做好，我无钱啦，我真是无钱。无钱，等下再讲。好，等来。我对你，我对你好。爸，嘿，什么？来，出啊，我出过来啊。哎呀，你靠！水顺啊，啊那你顶月听遐药也是有效啊，无效啦。啊，怎无讲，互阮阿喜啊吼，甲阮新妇是要安尼食一两个月。啊，无安尼啦，遐有2包吼，这你你特别到有的哦。哈？这2包绝对有效啦。这两贴我特别的哦。哦，啊你个人嘛真暗度呢，到即阵才摕出来。转去后摕互因两个，吼，订鸡啊，互食。共款订价就对啦，你毋通骗我呢。我骗你咩物事？啊，偌济啊？凊彩啦。好。我知影啊，阿婶，我就安尼讲。阿三打电话来啊？是啦。是咩？来，我请。来，炭烧，这鸡汤哦，将食一碗。啊，另外这碗吼，这是我吼专工去煮生牛肉遐求来，较等下吼将啉一半哈。阿母啊，生囝有生囝的命，会来哦，自然就会来啦。像你安尼啊，四界咧求神托付，保药，搁药酒，唉，咱毋知费这种精神啦。啊，你是捌啥啦哈？人伫咧讲吼，不好丢山，无孝为大啦。啊，恁两个若无赶紧吼生一个孙华婆，我是要安怎甲咱的祖先交代啦？是咩啊？炭烧，紧食吼，啊食两个好较早困的哈。哎，啊，毋着紧炭烧食好较早困的啦。我变安尼啊？啊，凌晨在外位啦，你煞来遮？我总来搁搭一红纸哩啊。安怎了啦？这我吼是专工叫先的来看的啦。迄风水师讲吼，恁以早眠床囥伫遐的时阵吼，这方向唔对啦。即摆眠床爱囥在遮，西装台爱摆在遮，还搁搭一个红纸，哦，记红大家，安尼我才有法度抱孙啦。阿母啊，风水先咧讲哪有准算啦？啊，你摆到安尼，连骹头拢无去。你甲我点点啦，这要怪吼，爱怪恁两个哦，拢无才调啦哈。才会老死我这个老母安尼四界去求人去拜托人啦。啊，我着真唔信信啊。咱陈家敢会伫你这代，就来当孝事哦。这啥物件？嘿，哎呦，孝敬哦，你莫安尼乌白甲我听好无啦哈？人这生咧讲爱带遮啦。哎呦，你唔
烦，你就莫安尼乌白甲我叮当，好无？这吼叫做催生符啦。我甲恁交代哦，厝内面的物件吼，这有大的符啊，啥物你拢袂使甲我拆掉落来哈。莫乌白甲我叮当啦。啊，恁两个吼，就较拼死的啦，较早困的啦。阿母遮尔想要抱孙，我看两个囡仔拄啊好啦，坐囝坐爷家，坐囝看死爸，两个好啊。你莫骗我，你是顾虑金良甲玉芳，听伊讲，你若是有家己亲生的囡仔，因两个人心肝会艰苦，是毋是安尼？好啊，忝啊，困啊。我了解你的好意，不过，咱嘛是爱替阿母想一下，对不对？我嘛是想要替你生一个囡仔，一个甲你同款，老实善良的囡仔。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。我感觉吼，你安尼落嘛毋是办法啦。我已经认命。我无赞成你这种想法。什么在嫁对嫁飞，啊嫁到对狗走，迄是以早查某人无读册，袂晓趁钱，啊嫁着歹翁，家己命歹，才安尼讲的呢。啊到即摆时代无共啊呢，你家己嘛毋是袂晓趁钱啊，对无？啊是安怎着爱对着迄个热金土啊？家己受苦无打紧，安尼是会拖着个囡仔，你阁知影？我知影。啊知影毋着想一下办法嘞，莫阁过着这种生活啦。明玉，明玉，啊你哪会转来啊？明玉，阿爸甲阿姨咧讲一寡代志，你先出去外口哈。快，来，先出去哈。阿爸有代志，乖乖哈，等下再转来哈，你去哈。妈，明玉，啊你若袂入去，顶车创啥？阿爸把我赶出来，我会互我入去。这金头，行。妈，你袂用入去啊？为啥袂用入去？因为内底阁有一个阿姨。阿姨，金头，你两个人是在创啥？你啥？你有啥两刀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小丽，是我叫伊来，我来甲伊讲代志。你哪会趁我无伫的时候，家己找我出来咱斗？我替你食苦这么多年，你哪会对害我？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你无钱的时阵，会当去外口找查某讨钱，嘛会当去找查某替你付医药费。敢讲我都袂当找查某，叫伊替我趁钱先。乱金土！你给我现在代志做袂出来，你跋筊，啉烧酒拍了，今晚要吃两饭，你到底是不是人？你到底是不是人？小丽，小丽，你听我，你看我清楚，我偌紧都该是一个食两饭的人，我即马叫人变济，我落魄，我啥物钱拢无啊！我敢有心情去找查某去？你一直将我当作无出头，你一直将我看作无，我一定要你看我清楚，我一定要成功给你看，我要成功给你看。行。阿爸，阿母，
就是你今仔日出煞。来，这样谢谢哦，我先走。好，顺行嘿。来走。来，看啦，这吼就是你今仔日出煞啦。啊，你今仔日就出煞3届，那这你的，钱莫学袂开哈。信爷，你去借钱哦？你是毋是手头红灯？啊，你3万有够无？有够。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只要吼你若愿意陪人摕出煞吼，哎呦，莫讲3万啦，5万、10万哦，那嘛无问题。要毋过咧，咱吼话佫讲倒转来，这吼嘛要照起工来。这个校药书呢，你先甲我转一个手门，啊，这个钱哦，就你的。安尼就对啊啦，钱呢，你收起来。这钱吼是秀玲叫我摕互你的啦。秀玲毋是欠甲，伊倒会来的钱呢？我嘛毋知，恁叫我莫甲问啊。小狗，罗金土是一种人，当初时哦，无应该让秀玲缀伊去台北，伊嘛免吃遐济苦。啊，这也毋是你的毋对啊，啊，你咧怪啥物啦？我总感觉秀玲今仔变甲安尼，我负一寡责任啦。人啊命无共款啦，啊，你也莫怪家己啦。秀玲有讲，伊有啥物拍算无？该讲我就已经讲啊，但咱三个自细汉到大汉，秀玲个性你也毋是无了解，对无？这款代志，伊家己决定啦。想袂到讲安尼一个好好啊查某囡仔会变成甲安尼，啊这秀玲哦，原来真歹命，去嫁着迄种歹翁啊！阿母，这钱，啊，但我即马也无要用啥，先囥在你遐啦。啊，路头都遮尔远，啊若无吼，我嘛真想讲要去看秀玲一下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伊哪有遮多钱？是咩？阿姨，你遮哪有遮多钱是咧创啥？这是毋是有啥物代志？我知影。你甲我讲啊，你伫遮多钱咧创啥？好啦，是阿三啊，是秀玲啦。是啥物代志？之前阿三哦，叫一个车祸受伤的查某囡仔啦，后来发觉到，迄查某囡仔是秀玲查某囝啦。啊，秀玲即马也过得无好啊，医药费也摕袂出来，所以来找我参详啦。啊，遮个钱是要去送互秀玲的上？无啦，是以前的啦，是正正阿母先摕互我的啦，因为今日收较济，所以才无得甲你讲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啊，无啥物话嘛。啊，秀玲即马安怎？当然是过得无好。啊，兔仔一直毋肯脚踏实地。当这时哦，我也兔仔秀玲同齐走，迄都毋对啊。毋过，你还是一片好心，也免去怪你啊。是妹啊，来，哦，趁烧紧来啉。啊，迄是啥？
是你寄问着我，跟我遮的。安尼啊？啊啥啦？伊知影你无欢喜啊？唉，讲到这秀玲吼，实在吼是真歹命啦。啊，伊安尼当初吼都足糊涂的，啊要缀迄个热金土早。啊，若无人来做我的新妇吼，凡世吼，即马嘛生几个孙互我抱。啊，嘛免得死我这个老的安尼吼，四界咧求神托本，啊一日干毋到顿家顿啊要互新妇补，看会当讲吼，甲我补一下孙无啦。